关于在我家开始，请用手机关机或是关机一个新平板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所以主耶稣，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来这里敬拜。那现在我也邀请大家献上我们的热情，请站立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跟我们的朋友说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然后我们跟朋友说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现在这时候，我们就是一起来敬拜。我们要上帝在你上面。我
能够重新来过，成为新的、全新的来到你面前。感谢主，你不厌其烦的教导我们、带领、引领我们，为要成就我们在地上这群羊，使我们得着智慧。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要去学习什么事。你赐下的恩典，一一的装备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依然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，我们将荣耀赞美归给主。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